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8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这回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中度风台苏拉当日逼挖台湾，按算暗时11点半发海上警报，明仔载过昼就发陆上警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因为伊无政党推荐，所以伫咧11月初2进前，要有我29万人人数才会当登记。民建署一个前组长张志明收抢伤的乌生钱7500万，今日去互检方起诉，求刑25年。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风台消息。中度风台苏拉是当日逼挖咱台湾，拜三拜四会离咱上近。气象局是认为讲，伊可能会阁变强，变做强度风台。按算是暗时11点半会发海上警报。若是陆上警报，大概是明仔载过昼会发布，即东部甲南部拢伫咧警戒范围内。另外，今日早起是有一粒风台海葵形成，这两粒风台敢会相牵，爱去观察。迎接8月上班上课日，台北下晡转为午后雷阵雨形态，落阵阵大雨。气象局表示，因为苏拉风台渐渐挖近台湾，上紧下暗也是明仔载透早就发布海警，若是陆警上紧8日下晡发布，尤其是这几个县市拢伫警戒范围。礼拜三、礼拜四呢，受到它的台风跟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可以看到影响最明显的地方哦，是先从东半部地区开始，特别是花东。南部的山区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在30号的白天，其实在我们的东南部，那另外距离台风比较远的北部呢，其实就是受到峡管效应，就是台湾海峡的影响，在北部比较远的地方，风力也会增加。气象局表示，以目前预测来看，苏拉风台未来有机会发展成强烈风台。虽然苏拉风台中心点未及到陆地，不过要注意风台暴风区也有外围环流，会伫拜三甲拜四影响东半部甲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还是大水雨。一直到拜5甲拜6，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天气也是无稳定。另外，特别注意的是，伫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第28早起已经形成今年第11号轻度风台，叫海葵，未来向西北方向往琉球的海面过去。是不是有机会甲苏拉风台形成电源效应？气象专家是安尼讲。它最多就是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但是这个苏拉它已经强烈台风，所以反而是这个苏拉带着它往西边拉的分量走，所以基本上要有这个互动能源效应的机会不是很高。专家指出，因为这届苏拉风台的暴风范围比顶一届的杜苏芮风台更较挖近台湾，尤其东半部加云林以南地区，拢要特别严加戒备，才会当降低风台的大风大雨所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日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伊讲伊的目的是要整合在野的力量。因为郭台铭无政党推荐，所以讲伫咧今年11月初2进前，要有我29万人人数填伊，伊才会当登记参选。面对这愈来愈竞争的局势，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讲，伊无要评论郭台铭的言论。若是民众党是强调讲，郭文哲是在野上强的参选人，会拼死来整合。我决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投入2024总统大选。选伫总统府对面的中央法基金会，郭台铭日内正式宣布参选地方理事总统。佮表示会展开连署，伊除了化下退入民进党，也表示被代表主流民意整合南北两党，甚至表态若当选，中共替鸿海施压，愿意牺牲个人的财产来换台海和平。中共政权要说你不听我的话，我把你鸿海财产没收，我会说 yes。Please do it。如果我牺牲我个人的财产，他不要来打台湾，我愿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工人。另外，副手郭台铭心里已经有人选，会找时间清议。原来整合无完成，佮出现分裂，婚姻院长张立先开第一枪，批郭台铭无诚信，是团结抗衡。国民党也对党内同志发声，若公开助选涉危机问题，会严肃处理。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心痛轴快的事情都不要做，我们团结坚定支持侯友宜。郭台铭台北宣布参选，国民党侯友宜是伫中华乡田文院，面对泛蓝整合实力，侯友宜强调会勇敢向前，民众党是讲会尽力整合。对公投的一些言论，我不予置评哈，我们都尊重。我参选总统的态度从未改变过。
柯文哲主席这边，他依旧还是目前民调最高、最具实力的在野参选人，所以我们还是持续努力，尽力的整合。郭台铭宣布参选，以选罢法，毋是经过政党推荐，法定人数底限是最近一摆立法委员选举人数总数 1.5%。2020年立委选举有1931万1105选举人数，合计人数数至少爱达到289667份才会当登记。记者综合报道。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昨日甲郭台铭造势时阵是讲。台湾的社会常常有家庭暴力，是因为无法度修理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陈建仁。这款言论是引起争议。总统府就谴责杨志良的言论，叫伊着爱甲大众回失礼。不过杨志良依然是认为讲伊无讲唔对，坚持无要道歉。为什么家暴？不准啊！我没有办法去修理蔡英文，没有办法去修理这个陈建仁，因为他有保镖。那怎么办？就去修理比我更弱的人。时效担心宣布独立参选总统的郭台铭抵抗声援，暗过前卫生署长杨志良造势做讲的话，引起讨论。行政长陈建仁各党委批评，对于受害者的伤痛完全没有办法了解，而且他还鼓励这个暴力，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我们都感到相当的遗憾。那你用政治的理由来牵扯到说，好像要为这个家暴去找一个借口，这真的是胡扯。总统府也发声明谴责，指杨志良伫国民党执政时阵，把做组织全国家暴防治的首长，煞无顾受害者伤痛，为选举黑白讲，因为伊应该向社会大众回失礼。郭台铭用有关脱稿来替伊讲话，郭建班建议应该回失礼，伊认为家己无失言，也不愿意回失礼。我问你，今天这么多家暴，跟蔡英文都没有关系吗？是这总统府里面把台湾搞得水深火热，要道歉的是蔡英文，为什么我要道歉？我一个老百姓不能讲话吗？40民主国家，我说这些话，你总统府要我道歉，我就是不道歉，你要怎么办？你总统府派人把我抓起来吗？家暴问题是我们的一个社会的问题，是我们一起来共同的一个面对，它不应该是变成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对一个这个特定可能你不喜欢的一个这个政治人物，就给他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标签，这绝对是扭曲了一个社会问题。会有团体指出，家暴是社会问题，牵涉真济复杂层面，呼吁政治人物应该提出实际解放，唔是叫做选举当中的吹烂战。记者综合报道。也那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日是甲社福团体见面，了解这性别平等、儿少权益、有长照等等的议题。赖清德是甲因讲，若是家己当选，就会甲社福界定期开会，听各界意见，看这相关的政策敢做有好势。听到媒体质问郭台铭宣布独立参选，和2024总统大选可能变作死卡赌，赖清德面笑笑无做回应，保持选前的节奏。28甲全台湾19个社福团体代表见面，各团体分别针对性别平等、儿少权益、长照、罕见病、新长者议题提出诉求。台湾到现在还没有无家者专法，而且台湾很严苛的社会救助法规，还让95%的无家者都无法通过低收入户资格。具体的建议。长照点应该再升级纳入住宿的一个服务，虽然1年可以增加360亿的一个长照基金的支出，但是可以减少家庭的一个身心跟经济的一个负担。我们每天难以出门，交通不便，没有足够的人力协助生活，总在马路上惊心动魄。没有安全的道路可以让行人轮椅通行。听所有的建议了后，伊回应指出，台湾新生障碍人数差不多占总人口的5%，国家有责任做弱势者的靠山。赖清德也承诺，若做当选总统，会定期甲社福界见面，确保各团体心声一旦互人听到。经过你们的意见，我们来落实，让整个台湾的社会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照顾更加的周全。社会福利基本法已经通过。那未来是执行落实啦，这部分我会来加强。刚刚社群团体里面也有提到，就是社会救助法贫穷的定义，我们可能要来检讨。赖清德表示，关心照顾身心障碍者，互因得到支持甲尊重。除了政府机关推动政策以外，也必须甲社福团体共同合作、公私协力。对于目前法规若是无完全不足的所在，赖清德也强调会详细检视、推动修法，也是立专法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
营建署发生官商交易的摆台，道路工程组的前组长张志明等4个人，是透过立委郑天在办公室的执行长张廷良牵线，收在精尖建设得标厂商的乌西钱7500万。今日4个人去互检方起诉，张志明去互求刑25年。用手抓面，哪位郑天在的前办公室执行长张廷良担任被处头，替营建署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得标厂商陈定来。乌西营建署道路工程组长张志明加科长詹嘉欣，其中张志明收钱တင်回酒等的金额超过7500万，4个人拢互检方起诉。检方特别指出，张志明连婚外情的对象生活费用拢爱厂商付，恶性重大，具体求刑25年。相信被告身为营建署组长，长期收受厂商贿赂，贪生毒色，严重损害政府补助及采购事务之公平性。饭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决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并宣告褫夺公权。检方调查专案乌西范围，包括推动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等3大项营建署负责的前瞻计划案，预算总价超过409亿，其中84件社区备案，单丁来乌西的标案有73件，包括屏东12件，婚林43件，协定补助金额超过34亿。这个案子到底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因为我只是也是从媒体上所才得知的，所以我并不了解这个案子，所以没有办法评论这个案子。对张廷良社区备案，郑天在表示对案件无清楚，无多回应。那营建署只是佮表示要求当真自律，严守分际，佮继续强化防备作为，以防类似事件佮发生。另外，敢是有更加高层的官员涉案，检方无排除继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警方掠到利用投资管制的诈骗集团，一个53岁姓李的主嫌是利用澳洲外汇交易商的名义来开网站，宣传讲保证会赚钱。对2011年到今已经管到249亿。即阵47个嫌犯拢去互起诉，这主嫌名下93笔房产嘛拢去互扣起来。警方来到这个吸收资金诈骗集团的机房，一个入来内底30多台电脑同时伫运作，警方全部查扣。警方查到的这个假投资真吸收资金的诈骗集团，发现姓李的主嫌先后设立42间龙头公司，得到投资人信任了后，再个假释澳洲外汇交易商的名义吸收资金，做炒汇外汇甲期货交易。尾下个架设网站，讲有6%送钱的专案，保证获利，吸引被害人落单投资。啊，毋过为2020年停止出金，被害人才发现互人骗去。109年起开始借故不出金给投资人，该集团自101年迄今不法吸金共计美金8亿3千万余元。警方称查，这个集团为2012年到即马吸收资金249亿，成员摕来买真侪厝、名车甲名贵的物件，敢若主嫌名下房地产都有93笔。警方拢总量到，包括主嫌在内，拢总有47个嫌犯。掌握林姓嫌犯等人提供账户移转不法利得，共计美金约373万余元，折合新台币约1亿1500余万元。警方表示，目前所知的受害者都有3100多人，嫌犯询问了后，互人依照违反洗钱防治法、银行法甲机会交易法上办。检方最近终结，依照违反银行法等罪嫌起诉，也提醒民众唔通随便相信保证获利的投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轻便铁路过去大部分出意外拢是伫咧平路的轨道，不过昨高架路段真爱码头站，竟然是有民众骑机车伫咧顶头走，甚至是搁骑2公里远。警方即阵是当咧找这个驾驶，上当要甲罚7500。下暗的轻铁真爱码头站，一台无牌机车出现伫铁轨路顶面。事发伫27暗时8点外，轻铁高架第一摆出现机车乌白撞入来，毋拿单车的民众看戆去，外地游客嘛感觉离谱搁危险。这个轻轨啊，在轨道上。哦，那当然危险啊！任何人想都知道。公共运输吗？对啊，怎么会有那个摩托车骑上来？轻铁普吉大义站附近的大义街，搁是摆清楚标明禁止汽机车入来，但机车疑似就是对遮撞入来，骑去咧大义站向真爱码头站的高架铁轨路，经过真爱码头站了，继续沿铁轨路落高架，骑将近2公里。它可能就是一个一瞬间从坡道的底部骑上来的一个行为，所以应该是刚好在巡逻的空档当中，那发生这样的事件。
当然，如果我们保全在现场有看到的话，第一时间一定会予以制止，并且通知捷警来现场开罚。就算轻铁非上下班无营时段是15分钟一班，从入铁二路游玩可能造成车祸事故，非常的危险。已经违反大众载运法，会使处1500到7500块不等的罚款。高捷甲载运警察嘛合作追查骑机车的人的身份，依法开罚。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报道。乌克兰因为当日战争是戒严时期，本地今年底、明年初办的大选恐惊是无法度办。不过这2天有美国甲欧盟的议员呼吁，这乌克兰就要克服难关，照时间举办。这阵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表示，只要西方盟国愿意出钱斗3天，国会批准，阁有所有的百姓拢有法度去投票，这3项条件拢会当完成，伊就会照常举办。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3位资深参议员丽莎·访问基辅，答应会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提供更较侪支持。迄天拄好拄到空袭警报，灾人只好伫饭店停车场接受媒体访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前往饭店，甲3位参议员会谈。共和党的参议员林赛·格拉汉对乌克兰的奋战真恶劣，也毋过也指出，虽然目前是战时，也毋过乌克兰需要依法如期举行选举，以展现出家己甲别人无同。对此，泽伦斯基伫27上传到总统官方 YouTube 频道的专访表示，只要西方盟国愿意出钱，国会愿意修法，加上所有人拢会当前往投票所，3条件若拢具备，举行选举无问题。Якщо я сказав йому, ви готові мені дати 5 мільярдів, тому що я не людина, яка займається бруківкою, і не зможу просто забрати з бюджету 5 мільярдів,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саме така сума потрібна на проведення виборів. 乌克兰因为战时发布戒严令，无法度举行选举。若是安尼，本来应该伫今年10月举行国会大选，明年3月举行总统大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也呼吁基辅当局应该克服挑战，如期举行国会甲总统选举。另外一方面，几啊百名因为保卫马利坡耍互俄罗斯受禁500天的边防士兵家属，27组织伫基辅独立广场也标记示威。队伍上头前的一个5岁查甫囡仔手提海报写着"互我的爸爸回来"。 Он мы ложились спать, он мне говорит: "Мама, я говорит, хочу в плен". Я говорю: "Сынок, это плохо?" Говорю: "Ну, там очень плохо". Он говорит: "Если бы я туда попал, я бы папе помог оттуда выйти". 公司新闻网绘本编译。罗西亚瓦格纳兵团的头人普里戈金，顶礼拜是传出摔飞机的消息，互人怀疑讲已经死亡啊。罗西亚调查机构昨公布 DNA 调查结果，证实这普里戈金确实伫咧飞机顶已经过身。不过，这飞机失事的原因，有关是无详细说明。瓦格纳佣兵集团领袖普里戈金，顶礼拜3传出这无人机失事，伊甲副手乌特金等10个人拢疑似身亡。俄国调查机构日前公布其影片及报告，指出死者身份甲无人机的乘客名单是同款。По их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личности всех 10 погибших установлены. Он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списку, заявленному в полетном листе. 不过，俄国调查机构无说明无人机落落去的细节，报告真实性也无法度验证。普里戈金死亡时间点就伫伊6月发动军事政变失败了后2个月，伊伫个国内1万户支持者部分民众去市中心的纪念馆哀悼伊罹难。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молодцы, это геро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Ждет, безусловно, блестящее будущее. Ошибки совершают все. 普里戈金死亡时阵62岁，伊捌因为抢劫甲诈欺入监，后来做餐饮业，因为有机会接触普廷等高层政要，然后创立瓦格纳佣兵集团，将做俄国伫全球部署军事力量工具，深深得到普廷的信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普里戈金率领瓦格纳伫前线作战，不过为今年开始真侪摆公开批评俄国国防部资源不够、管理不善。6月份佫发动兵变进军莫斯科，互全球真着惊。 Это не вое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это марш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这场兵变无到14点钟，就伫被俄罗斯出兵之下结束。普里戈金了后，就行踪成谜，一直到顶礼拜，伊才第一摆翕影片出来，疑似人伫非洲。想要到过港就传出无人机落落去，美国情报显示，无人机落落去的原因是内部发生爆炸，第一时间真侪人认为，这事故是普廷的报复行动。不过，克里姆林宫是否认，佮表示会彻底调查。公司新闻，齐焕良编译。
美国加州旧金山正式批准2间无人计程车司机，互因会当24点钟营运。支持者就认为讲，安尼较袂有驾驶起性地违规的问题。不过，这计程车驾驶嘛，真烦恼讲会影响到因趁食。旧金山律师凯撒琳·艾伦拍开轿车软体，无偌久，一台白色的捷豹自驾车就到伊的位置。开车门上车的时阵，高雄的艾萨斯问好。I'm gonna push the button now. Start the ride. Heading to parking lot. Please make sure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无人的驾驶座顶悬，hand道路家己驶，顺行路放咧驶。伫外地人来看是真惊奇，不过旧金山的人已经是真惯习。凯撒琳·艾伦为自控制年就开始为Google下骹的威摩自驾计程车做志愿测试的人，到最近正式上路收费服务，因为机器驾驶遵守交通规则，袂因为塞车才路放上去，伤过谨慎，确实靠速度较慢，不过较安全。Do you have to say if I'm in a hurry? I'll probably stick with Uber. 另外一个旧金山居民史密斯第一摆试同样下骹的测试自驾计程车服务轿车，不过这台车不明原因坐一条较长的弯路5分钟的路，开20分钟才到位。沿路车顶有异地游戏和乘客消遣，可能是因为修路关系停伫较远的所在。史密斯对第一摆体验犹原满意，认为袂差，而且对因常常爱带囡仔坐车去读册爸母来讲，真有帮助。You know, there's not the chatter, there's not the weird radio station playing, and I could actually see getting some work done in there, and it's private and safe. 无偌久之前，威摩甲测试这2间无人计程车正式得到加州监管机构许可，用伫旧金山全市除了高速公路以外范围24点钟收费营运，高打算扩大到其他都市。对计程车驾驶甲Uber等轿车平台真做危险。不过最近依然发生网络袂振当、地速交通塞车甲小型修路事故。顶礼拜测试自驾车甲消防车修路了后，互当局要求先将上路的无人车数量减一半。目前自驾车无法度为乘客搬行李，免开去高速公路去机场，真正出大也有一段路。乘客表示，未来轿车选择主要是看时间甲技术。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转来关心国内消息，因为疫情受影响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今年恢复实体交流。台北市长蒋万安明仔载就去上海，甲上海市长景正见面。洪城意外见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宋涛。不过台北的市政府是表示讲，目前无规划要见伊。这回访问团150个人，是包含13议员甲企业界代表，是这几天来上届大阵的。这一次好像会跟宋涛来会面，有这样的小心跟规划吗？谢谢。海岛边较的议题无要回答。疫情3年多以来，台北甲上海双城论坛头一届恢复实体交流。台北市长蒋万安29会亲身带团出席，除了会甲上海市长景正见面，嘛传出会甲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哪里来的，目前是一无所知，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划。蒋万安3天2夜行程，确定出访的议员有13个人，是双城论坛人数上侪一届。做伙去的出访团差不多有150个人，企业团嘛小侪报名。真侪台湾的企业拢想要过去参访，希望伫两岸局势紧张的时阵，会当甲官方做伙去交流。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受到邀请，做分论坛主讲人之一。最主要就是要在智慧医疗论坛上担任主讲人之一，透过这个人工智慧、AI 等等，去如何来协助我们的医师的诊断，以及提升我们民众的一个就医的经验。双城论坛本来就是这个两岸重要的这个沟通的管道、交流的平台。那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呢，这样的重要性就越发的这个彰显出来。我们的市民朋友跟台湾的民众确实是希望往这个两岸和平的方向去进行推动。蒋万安出访双城论坛，拄好拄着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形成。市府表示，早起的市政会议，蒋万安特别要求下局处单位爱甲风灾准备做好。苏拉的路线即马有较难平，市府嘛会密切关注风台的动态，即时应应。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顶日宣布，按算开放中国旅行团来台湾，对今日开始，中国人嘛会当来台湾商务交流。不过，中国国台办就批评讲，是民进党的政府咧画大饼。交通部长王国材就回应讲，咱的陆委会是已经提出善意，希望中国迄边嘛会当有正面的回应。
陆委会顶礼拜宣布恢复第三地中国籍人士来台湾做观光业，卖恢复两花团体旅游的规划，而且宣布为8月28开始恢复中国籍人士来台湾做商务交流。不过，国台办却是批评这个规划不是真正的恢复，对两花交流颠倒是更较严格的限制，敢若是民进党咧讲痛的尔。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受访的时阵讲，目前陆委会已经有提出善意，期待中国会有正面的回应。陆委会跟我们在讨论中，也都释出了善意啊。我们期待，在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哈。我现在是看不出来哈。王国材表示，影响恢复两花旅游，包括导游、甲领队的训练、接待能量的准备，也有包括旅游行程的规划，会伫接下来这1个月来做准备。不过，旅行社业者也真烦恼另外一件代志，就是目前台湾观光旅宿业欠工的问题也真严重。从疫后解封之后就很严重如果这路还要进来的话，那可能这些人不补上去的话，我们的供应量可能都会更紧张。包括劳动部的这些扩大就业的方案，旅宿业这个。他们在这个清洁工是清洁人员我们有一些这个补助了游览车的部分现在也在包括人员的一些训练了。我想准备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国台办若无新的回应，陆委会1个月了后，敢有可能无开放两花旅游？王国材强调讲，会先甲陆委会讨论，旅行业要是会当先准备旅游行程的工课，1个月嘛袂囥伫遐咧用。伊嘛强调讲，两花健康交流是咱打拼的目标。期待对方善意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伫美国凤凰城设厂的进度无顺，第一期4奈米的晶圆厂本来是明年就要量产啊，时阵煞是延到2025年。而且台积电要对台湾派500员工过支援，嘛去互当地工会阻挡。凤凰城市长顶一日去工地参访的时阵，嘛无答应讲要安怎解决台积电甲工会对立的问题。美国凤凰城市长凯特·盖雷戈进前特别参观台积电伫美国的凤凰城厂区，由台积电美厂经理甲执行长王英龙来接待。引起外界注意的是，台积美厂设厂进度，然后甚至甲当地工会对呛，凤凰城市长是不是斗相共协作呢？台积电目前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工会这个环节上面，所以说市长既然没有办法给予相关的承诺，或者是给予具体上面的的一个协助的话，那么其实就是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凤凰城市长凯特·盖雷戈发文指出，要为头开始建立半导体制作工厂无简单，咱有原地力支持台积电招聘甲培养人才来建立甲营运这个尖端设施。所部明确承诺，要如何协助台积电解决甲当地工会对立问题。专家分析，因为美国都要进入总统大选，加上台积美厂伫亚利桑那州是属于摇摆州，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或者是亚利桑那州州长，拢是民主党，因为选票考虑，可能甲工会协作会争取选票。台积电为解决设厂问题，为台湾要调500员工来安装设备，说互当地工会阻止。其他专家分析，若美国政府无法度介入协调，要靠台积电来沟通。他们一定会比较站在工会的那一边，因为工会的人才有选票啊，台积电是没有选票的。所以这是要怎么解决呢？台积电要做更多的这个国会的沟通，政府的沟通。那当然这个也要很低姿态，还要更快速的了解美国的文化，所以这个只能加强台积电的管理的技巧。专家建议台积电美厂设厂进度，第一期厂区要继续起，才袂伫资金无回收的状况之下影响财务营运。第二期的3奈米厂区，上好解决工会甲美籍工程师等文化差别了后，才去起才袂造成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房市的状况，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资料，今年7月全国厝买卖25000多栋，是比顶个月减2.7%。今年1月到7月买卖16万多栋，减1.5%，是这5年来同期买卖上介少的。一栋一栋新建案户维利亚一元一元扣起来，虽然无少建案销售期悠长，不过工人也是辛苦伫赶工。根据内政部上新的资料，7月份全台湾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25580栋，月减2.7%。累计今年1月至7月，全台湾买卖移转164522栋，甲去年同期年减15.6%，也是创下5年来同期新低。
屋主部分也就是在让价的空间上是比较小的，所以让就是两个的价格没有办法产生共识。目前就是买方的部分是有部分观望的一个迹象，那不过在看屋量的部分其实是没有减少的。房仲业者分析，去年7月国内疫情渐渐缓和，国加中银行连续相关利息，平均贷款条例受法者因素的影响，冲击民众对房市的期待，所以市场有较歹。另外，卫中大厦上新的调查嘛看得到，8月份消费者信心总指数是了7.51点，中段连续3个月升悬变做较弱。第个月房地产时期的支票部分，加7月份的调查结果比起来也是降低。大家过去口袋够深啊，这些建商、投资客都赚很多钱，那目前他还能够撑得住，所以他不相比谁的气场啊，通常在量缩相当阵之后，才会慢慢加，才会呈现出来。学者表示，为总体大环境的经济表现、两岸关系，抑搁线内的大选等各种利空因素，国家买卖双方对介绍的认知也是有差别，预定短时间内买起也是会较排斥。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德人一间槟榔摊，2号下晡是有一个人客摕一张100去买槟榔，不过无等找钱，人就走啊。后来店家发现讲，迄张是假钱。头家就讲，因最近已经收到2届假钱啊，所以讲赶紧报案。电眼翕到这台轿车来到槟榔摊，用100块的纸票要甲头家买50块的槟榔。伫咧头家要摕蓝山来找钱的时，车煞已经驶走。头家详细甲看，才发现手摕纸票是假的。摕回来时吼，我摕过手了，要甲未走，我未徛着，要甲顶开了，伊车就紧驶走啊！哎哟，真是济钱啊！200块尔，唔免啦，莫久要出完呢。代志发生伫2号下晡，苗栗德南的这间槟榔摊表示，对方甲这张假钱对后交互伊，了后就赶紧落跑。店家讲，进前也捌收到100块的假钱，摕出来比对，发现2张的号码同款，纸有较粗，大细无同。下面的制作厂商名称也互人改过，烦恼假钱的以小票形式伫市面流通。同一槟榔摊上个月也曾遇到类似手法，经比对2次收到的假钞为同样号码，警方现已掌握特定车辆。警方表示，目前正咧比对店家的电眼，追查行为人到案，也咧追查敢有其他人受害。若真正的纸票，除了有变色的油墨，伫咧角写物件的所在，摸起来也较有立体感。加上透光来看，会有浮水印帮助辨认，提醒民众要加注意。记者苗栗采访报道。国内天狗期的疫情是继续咧退烧，今日全国就增加167个本土病例，主要的病例也是集中伫咧南部。亲像高雄，今日就增加7个，所以讲市长陈其迈亲身伫咧学校坐镇监督防治的工作。也若是同西区台南，是已经连续6天拢超过100例啊，今日就增加147例，加强已经有2583例。将环境用药倒入水沟，导致白板下生炭。运动场边的树坑也糊涂屯平，以免积水。特别开学，为了避免天狗的疫情伫校园扩散，高雄各校提早做好防治准备。一定要扎扎实实排出1节课的时间来做登革热防治的卫教，那把相关的登革热症状、类型啊等等，透过老师运用这个教材来做班级来做处理。树洞不能用发泡，也不能用油漆都不行，最好是用土填石。那我们如果有所谓的水池，里面一定会养鱼。为便所教育水池，高雄市长陈其迈28带队伊确认校园防治状况。高雄天狗的病例数伫27突破100例，28各增加7例。高雄市府唔敢大意，连日对大寮等疫情地区进行环境大变扫，青岛垃圾站也一一采检排查，白芒藤生态馆。其实在这几天，那雨这种下停，那常常就已经完成清消，然后又下雨，又再来一次，这种可能会不断的一个反复，所以我们也针对一些热区，那持续的关注。工作人员对疫区做化学防治，天狗的疫情继续退烧，28各增加167例本土病例，主要集中南部，目前家机关累积病例数8例，台南2583例，高雄109例，屏东26例，其中台南已经连达至超过100例。除了对空厝、水沟等消毒防治，台南市府呼吁民众做好防范措施，若有技术症状，也要尽速体检，以找出潜在病例。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岛溪乡长寿过路人发现一只台湾王鱘中患者，救援队克服地形的人员去甲救，不过因为这只王鱘至少已经掉了2天啊，这脚掌以下筋嘛隆重海去，只好就要暂掉。这只鱘目前是已经送去救伤中心观察。340。兽医师紧急医疗，这只麻醉的台湾乌鱘，因为5级罕见受困，体力虚弱。日前下晡，互2个少年发现，报案求救。相关单位得到报案了后，因为现场地形正狭，加上天色正暗，克服定点困难了后，迄日尾暗仔总算到现场开始救治。那到达的时候也是已经是黄昏了啦，那所以其实视线不良，然后山路又蛮崎岖的，把它移至到就是麻醉以后移至到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再展开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救治行动。兽医师检查了后发现，这乌鱘是亚型母鱘，这手掌观察以下明显坏死，推估受困透宿至少2天，只好这等处理。右前肢的腕部以下的地方都明显的已经坏死了，所以就是在现场进行了紧急的一个清创以后，就做了结掌，先送到野湾动物救伤中心这边。经过初步救治了后，乌鱘迄1天半暝运送落山，送去救伤中心观察。未来看后续的情形，佮评估野放。根据林务署统计，花东最近4个月已经有6件同款的事件。即马上重视宣导使用改良式蜡具，减少乌鱘和陷阱困掉咧。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旧历7月13是家人中元节迎斗顶的日子，是7月半放水顶进前的大活动。家人的中元节是已经有169年的历史，当年拢会由无共姓宗亲会主谱，每一个宗亲会拢会有家己的斗顶，是因的精神代表。当年家人中元节旧历7月13这天会举办迎斗顶的仪式，会伫家人港田寮河边举办。家人每一个二姓宗亲会拢会有家己的斗顶，斗顶嘛是二姓血缘的精神象征。今年迎斗顶是轮到4国宗亲会来做主谱。因为漳泉械斗造成很大的死伤，然后有地方士绅提议说以阵头赛拳头，两边的高家丁啦，高家丁的双方的头人握手，已经代表说已经融合，大家拢跟他兄弟啊，同款啦，就不会有像以前的一些纷争啊、打架，有的没有的。迎斗顶是7月15，家人中原放水顶游行进前活动。上精彩的部分就是家人北管乐、第一堂甲自乐社，这2派用音乐比拼输赢。那斗顶就是传统祭典当中的工艺品。就我们的宗亲会来讲，就代表着他们整个的一个传承，跟他们的祖先到现在打拼的。特别是有很多宗亲会的斗灯，其实它都是相当精美的工艺的作品哦。家人第一堂表示，斗顶逐年拢爱登到庆安宫充电加持，才会当保庇宗亲拢平安。嘛，互民众了解先民的智慧，用血缘代替地缘，用音乐拼阵头取代小台拍破头，合作军融合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里港有一个定湾自治区，这居民多数拢是对云南来的游击队的亲人甲后代。到即阵，因也有保持因的传统，7月时会有特别的祭拜仪式，咱做伙来看。旧历7月拜拜，传一道的好料。不过，这阵民众真特别，香不是插伫咧香炉，是插伫咧芭蕉的茎，而且佮沿路摆去到涂骹。农历11接祖先的时候，我们会先取那个芭蕉树茎，把香插在上面，然后做接祖先进门的仪式，准备6样菜跟6碗饭，然后再准备茶跟酒。这是屏东县里港乡的定湾自治区。这居民拢是因过国境内战的时，为中国云南去泰国、缅甸北部的滇缅游击队的眷属和后代，前后迁徙来台湾，到今这个聚落也阁保留族群的信仰文化。11就接嘛，有的初1就接了，就拜了，拜到14才送，每天要拜，我们吃一餐再拜一餐这样子。按照因的传统，伫咧旧历7月11爱拜拜迎接公妈，到7月14才阁送公妈出门。这摆规拽芭蕉插香，就是咧甲公妈带路。我觉得传承这一块是很重要的。现在有很多人都把那个信仰的仪式简化再简化，我想要把那一份美好延续下来。
即马嘛开始有当地青年登去社区访谈，记录因的信仰、故事甲料理等等，就是希望会当将滇边的文化延续落去，嘛推广互愈侪人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布袋戏的历史真久长，国立台湾博物馆馆藏的布袋戏翁仔甲文物都有10万件。即阵台博馆是要出一系列的册，记录布袋戏文化发展路程。所以讲，今日就先举办头2本的新册发表会。戏台顶悬西电社布袋戏真拍拼的演出，那大家卡的破声是吹袂停。过去西电社馆2700多件布袋戏翁仔，互台博馆收藏研究，嘛互台博馆的戏翁仔收藏累计超过1万件。按照即阵，伫文化部计划经费的支持，台博武戏馆藏系列的第1本册甲第2本册总算是出版啊。内容包括传统武戏艺术收藏甲研究，一套拢总8本册，也有6本还未发表，会当讲是台湾武戏的工具册。我们把这一万多件的这个布袋戏可以从整饰，然后修复，还有包括那个相关的诠释资料跟它的历史、文化的脉络的相关资料，这个基础资料的建立。那我们建立以后，我们再来的动作就是希望可以拓展研究，还有这个展示，还有教育推广。目前台博馆11万件收藏当中，干那布袋戏翁仔都占了1/10，是全台湾收藏上济博物馆。西电社董事长嘛讲到，面对布袋戏人才出现断层，要安怎让少年人重新认捌布袋戏是因的社会责任。阮是希望讲一寡少年会当投入这个布袋戏传统文化去来挖掘伊的精粹，用伊的精粹去个再造这对台湾来讲，不管讲规个产业的发展也好，还是这个文化的扎根拢是真好的一个方向。台博馆嘛表示，这款武戏的文物经过系统性的整理，佮数位化了后，未来嘛小连续推出以武戏做主题的特展，互武戏艺术成做台湾民间艺术发展的重要基地。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县推广布袋戏文化的三脉堂，到月初3要推出新的音乐剧。是三脉堂用2年写出来剧本甲新乐曲。这出新作品计共是有70多千翁仔，这对野翁仔师来讲是真大的考验。那就让伊本人来讲互你知吧。野翁仔的师傅配合口碑甲音乐演出，9月初3三脉堂要演出新的作品，即马当咧排练。有戏迷就讲，这是一年一届的演出，真侪戏迷拢真期待，不过已经买无票啊。太多戏迷想要抢票就是抢无嘛，就其实我也抢不到啊，然后就是觉得蛮懊恼的。做伙配合演出的乐团表示，这出音乐剧是咧讲三脉堂第一主角公孙长歌的故事。所以配合故事的乐曲，为2016年就开始一直累积高达。从2016年开始创作的几首作品，所以如果要从2016年算到今年2023年，大概有8、9年的时间。对，就这样一整个带状的话，会用到这么长时间来完成这个布袋戏音乐剧所有音乐的部分。这届用75尊，一出写比一出较大出，所以阮今年。操老师，阮就请16个，这大部分拢阮家己的义工训练起来。三脉堂的音乐剧甲传统布袋戏无同，观众会当直接看到控制翁仔的师傅。三脉堂讲，新的作品毋但回应戏迷的支持，嘛互因动力继续维持创作的脚步，来推广创新佮无同的布袋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语教育即马因为国家政策推动，已经是正做学校的课程。其中，这体育嘛是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讲，台湾的武艺联盟就头一届甲木球运动合作，伫咧台湾办全台语的营队，希望互囡仔甲社会大众会当认捌这项运动。伫咧过程当中，因佫会哪讲木球，哪讲专业的台语词，培养囡仔运动兴趣。攻门，
哦，过门有咧哦3岁。手提球锤姿势徛好势，看好准才讲，因目标要比谁人用上少间过门，看起来简单，毋过一个无细腻，控制无好就出界，就要搁加一间。真侪囡仔头一届接触到广播球，拢感觉足新鲜。蛮有趣的，一开始拍了无介好，毋过后来愈拍愈好，感觉是一个真好的运动。木球运动是台湾本土发明的，目前已经推展到54个国家。毋过这是台湾武艺联盟头届甲武艺结合运动来办赢队，教囡仔讲木球的台语词类。教育毋是干那讲教咱囡仔读册，体育嘛是教育的一个真要紧的部分啊。这部分准来讲，咱拢会当用台语来讲，安尼咱就当然对要互台语会当伫咱的生活中佫保存落去。伊的意义更加重要。你若对什么有兴趣的时阵，你会开较侪时间。囡仔为细汉就熟悉这木球，对这木球未来发展，伊一定足有机会代表咱台湾代表队出去外口甲人比赛。带囡仔到球场，哪耍木球，哪讲武艺，挑选过程中有出锤，这个全新的体验，互因留下难忘的回忆。台湾武艺联盟理事长罗功成表示，那各种运动拢会再发展一套台语的讲法，安尼台语会让正做主流佮实用的语言。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英国尼斯湖水怪是真侪人好奇的神秘故事。苏格兰尼斯湖中心前2日就展开50年来上大的找水怪活动，因是动用真侪新科技，佮有超过100个职工去参加。尼斯湖水怪是英国苏格兰上有名的神秘生物传说。苏格兰尼斯湖中心伫当地时间26甲27展开50多年来上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吸引100名职工登记参与，300名职工报名看直播。I don't know why. Maybe I just recently saw a movie or I had read something, but I chose Loch Ness Monster as my essay assignment, and I thought, oh, 20 years later, it comes full circle, so I might as well come and join the hunt since I heard it was happening. 部分职工互分配到尼斯湖4个位的17个地点，监测水怪的任何现象。有一寡人是伫船顶以成立系统搜索。尼克森表示，这摆行动并不是要引人注意。We're going to be using some new technology this weekend. We've got hydrophones going in down to a depth of about 60 feet, underwater microphones, and they've been yielding some quite interesting results. There's been some noises down there which we've not been able to fully understand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在2019年时，科学家就把亲自分析苏格兰尼斯湖冰水中的 DNA， 已经排除恐龙这类大型动物存在可能。佮讲尼斯湖水怪可能只是一尾大蚱蜢。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